我哋嚟到第3集嘅呢個演書吧，今年係第16屆足跡小劇場演書節啦。介紹翻啦，咁今年嘅小劇場演書節嘅主題咧係冇主題嘅，咁咧就係有呢個駐節編劇馬慧賢咧就成為咗今年嘅演書節嘅一個主題啦。咁佢就創作咗2部作品，一部作品係佢前年攞呢個澳門文學獎嘅呢個故事之前的故事啦，咁喺6月份嘅時候演出咗啦。咁啊第2集嘅演書包裏邊咧，大家都暢談咗好多。咁今集咧就會講少啲佢。咁跟住咧8月份咧，佢就發表咗一個全新嘅劇本啦，叫做《Lost on Heart》。咁啊中文名咧就係叫做未命名嘅嚇。有啲人以為我哋真係未命名啊。咁樣啱可能其實呢都要講下點解佢最後唔知點樣會將個中文名叫做未命名啦，佢都會解釋下咁咯。咁今日嘅演書吧出席嘅咧就會有除咗我係演書節嘅策展人啦，就係阿鐘啦，莫兆鐘啦。咁仲有馬慧賢，我哋駐節編劇。咁仲有Looks on Heart 嘅2位導演啦，一個就係小玲盧仲玲啦。做乜你舉手啊？小玲舉手好似。唔係唔係唔係啊！我想鼓掌啊，好好好好。咁另唔好意思，呢一位個係鼓掌。導演兼埋演員嘅咧就係阿認真鄭允珍啦。咁一陣同大家會傾下，主要咧想回顧一下呢個作品嘅從文本嘅創作啦，到我哋點樣轉化成一個劇場嘅作品嘅一個一啲過程嘅分享啦，同埋都反思一下、回顧下我哋自己其實做咗啲乜嘢咧咁啊。我記得上次宣傳嘅時候咧，雲珍都有話啊，佢好好奇究竟呢個劇作者，就是那個尹真有提過，他很好奇劇作者寫呢個劇本嘅時候，他所想象的舞台情緒，或者說劇場的情緒，或者說表演上是怎麼樣的模樣啊？記得上次尹真提出過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哋都會問，希望第一個題目咧係教你去答啦。咁最初寫呢個作品嘅時候，點解會做呢個作品啦？咁當然我哋自己做創作嘅時候，之前都有傾過，咁都俾觀眾知道下啦，即係佢個來源係乜嘢啦，同埋究竟佢實際上佢想做一件乜嘢嘅事，同埋佢想像中喺個劇場裏邊係點出現嘅咧？當然唔係講緊後嚟呈現嘅樣，係佢最初寫緊嘅時候佢個諗法係啲乜嘢嚟嘅？咁應該交俾嘅啲去回答先。咧諗翻一切嘅起點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諗起咧，我哋第一次傾呢件事嘅時候，就係喺當時呢個媽閣嘅劇場圖書室，我哋三個，即係我啦、阿鐘啦、小玲啦，我哋三個坐喺度傾話啊，要做呢件事啊咁。當時咧，一開始其實我係喺幾年前睇咗呢一本書啦，我有一種感覺，即係我有一種直覺，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珍貴，但係其實我唔係真係搞得好清楚，只係經常個腦就開始 loop 緊呢件事啦。直至後來有一次你哋嚟台北嘅時候，跟住我哋傾開，我哋就話啊，我覺得係咪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戲？咁所以如果真係講一切嘅起點咧，一開始真係一種直覺嚟嘅。咁但係當然有直覺之後，後來我自己都諗呢個時刻點解會想做呢一件事？我覺得係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就係呢本書令到我去感受到一種反覆去認識一件事嘅珍貴之處。佢用咗240個段落，佢淨係喺度講一個概念。而對我嚟講，呢一個認識一件事，你會願意失敗，你願意繞過去，你願意直接嘗試，你願意去睇資料。呢一個方式嘅本身係喺而家嘅，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係覺得係好少見同埋好難得嘅一個行動。而呢個行動係好重要嘅，特別係而家呢個社會，因為我哋可能已經冇咗咁樣嘅耐性或者咁樣嘅熱切嘅心情去接近一樣嘢。另一樣嘢係，我記得喺排練嘅時候，小玲都問過我話做咩，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危機啦，各種嘅危機。小玲就問我話，其實點解你想做呢個戲咁樣？跟住我就諗翻，其實係因為當我創作咗，譬如後來成為咗所謂嘅編劇，創作咗10年之後，我覺得
我自己好容易會俾好多嘅身份啦，呢個工作嘅形式啦，呢一個戲應該要點樣啦，又或者外界嘅睇法啦，自己嘅期待啦，綁死咗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嘅成長同埋發展同埋思考。但係其實創作呢件事本身，我喺度諗，我唔應該係先有一個所謂嘅容器，即係所謂嘅劇場，然後我諗一個劇場出嚟抌落去。應該係我好好奇嘅係，好似 Maggie Nelson 咁樣，佢所創作嘅嘢，佢根本冇辦法被放入任何一個完整嘅 category。但係佢本人作為一個創作者，同埋佢認識呢個世界嘅態度係重要嘅。然後我好希望自己可以有呢種。即係好行咁樣講一句啦，即係成為自己嘅勇氣，係啊，所以就咁做。所以講翻話當時點解去諗，我哋喺孖國嗰陣時傾話呢個戲有咩時候咧？我記得我同你哋講話，我嘅諗法好簡單嘅咋，即係我淨記得有一個女人係一個空間，然後佢不停講嘢。嗰個講嘢嘅本身就係反覆嘅去接近同埋去錯過、去了解、去繞過一件事啦。但係佢所擁有嘅嘢只有語言，即係佢只能夠用語言同自己相處，而佢嘅思想、佢同自己嘅關係、佢同呢個概念本身嘅關係，就透過語言不停咁樣去開展。呢個係好早、好早、好早嘅諗法嚟嘅，係啦，就係咁。所以而家個戲裏邊嗰個不停咁講嘢嗰個女人係變咗你。好似好多個戲都係咁，我記得我哋嘅演書節嘅速成，只要我寫呢啲不停講嘢嘅嘢擺落演書節，最後呢個人就會變成咗我自己。係咯，我開始你由幾次之後，我開始你由知道咗。10年前已經係開始都接受咗呢一個每次寫劇我開本就要俾導演係擺上台嘅狀態係咪？咁，我都冇唔中意，我都幾中意嘅。係咯，我都幾你扮開心，好世界娛樂場榮幸嘅。三嘅時候都係咁噶嘛？你係啊，三係次之後我捉到呢個 pattern 啦。咁其實老實講，我自己可能都好榮幸、好開心咧。邊個知咧？係咪？第二個問題啦，咁啊，當我繼續寫完呢個劇本啦，咁小玲同埋尹真就接到呢個劇本之後咧，我就又聽說很多人看到呢個劇本以後就說很難很難啦，就有這種講法，就有呢個聲音。咁究竟呢個劇本嘅對於一個劇場嘅創作嚟講，佢個難度喺邊度咧？即係究竟佢難在哪裏咧？咁可能要俾阿小玲去講下先。小玲可能會推翻呢件事。推翻呢件事，因為我第一次攞到劇本嘅時候睇，我冇第一個反應，我冇覺得好難嘅，我亦都冇思考過呢個問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我要點樣將呢個劇本去呈現呢？係啦，我主要都係不停咁思考我可以點做呢？我可以點做呢？咁樣咁，所以冇，直至到同尹真講啦，跟住同 K 仔講啦，跟住之後同文良傾啦，咁大家喺討論嘅過程裏邊都話：哇，好難喎！咁樣，咁我先至去慢慢去諗係咪呢一種嘅劇本去到呈現嘅時候會面對好困難嘅問題咧？咁樣，咁所以係啦，咁後邊我先會諗佢究竟有幾難呢？佢嘅難處喺邊呢？咁再回想翻，如果我真係覺得好難嘅話，我只可以唔可以講只可以，我就會諗其實係由我真正攞到劇本去進行創作嘅時候，我覺得時間太短係好難嘅，即係嗰個我攞到劇本去到最後喺舞台度呈現呢個時間，對我嚟講實在太短啦。即係我可以反覆思考嘅時間並唔長啦，好壓縮啊，同埋好忙，大家都好忙。喺呢個咁忙碌嘅節奏裏邊咧，有時候會諗難度就係我曾經有幾多課喺個身體裏邊，或者喺我個腦袋裏邊。即係我曾經
無論我以前閱讀過嘅或者係我做過嘅創作裏邊，我可以攞到幾多出嚟喺呢一個作品裏邊做，即係可以再運用，定係即係我可以攞到我幾多嘅以前儲備嘅嘢喺呢個戲裏邊，再可以交出一啲新嘅枝節咁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困難嘅喺呢件事情上邊。回想起來好像也不是覺得很難，而是因為劇本有很多的，從以前到現在有接觸到有演出的劇本，也有過很多的形式，那也有一些的書寫形式是像這樣子的絮語式的狀態。那我覺得比較一剛開始覺得比較需要跨越的是這個在談用心來談創作的這一部作品裡面，好像一剛開始比較不容易就比較不容易把握到它底下這些資訊與這些與心有關的書寫，我們要突破的那一面牆是什麼？那個障礙會是什麼？就他最希望突破的那個困難點在哪裡？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一起在過程當中用很多時間一起去整理。那另外一塊當然也是像小寧講的，就是現在的製作的生產過程，就大家確實時間都很繁忙，所以能夠真正在進場的短短一周，實際進到這樣子的物質空間裡面去把它一起成型。這個時間的緊張狀態是一個蠻大的挑戰。那我覺得也還好，前半段的時間就是跟主計工作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花很長的時間去共同再把所有的文字一起整理過，所以有這樣子前面好像在等待的一種狀態，到實際進場的一周時間，然後再演出一周的時間，才有辦法把它衝刺起來，是因為有前面的這些累積。的確，我哋今次係做緊一個叫做全新嘅劇本啦。佢係首先佢唔係一個已經有演過嘅劇本，佢係一個全新創作劇本啦。同埋佢亦都唔係一個可以即時可以配套到角色情節有咩衝突，然之後去到某一個主題咁。咁佢唔係一個咁樣嘅作品，所以其實可能花嘅時間甚至係比一般我哋搬演一個已經寫好嘅文本係應該更加花嘅時間。咁呢個亦都好難避免地喺而家個製作嗰個流程上邊係會比較趕急一啲咯。喺中間有段時候即係當然好彩嘅就係我哋好早有預示到呢啲情況啦，係同呢個場地 hold 場嘅時候咧，就 hold 咗2個禮拜咁我哋都最後哇好彩多咗1個禮拜喺表演嘅場地嗰度做排練，做咗一個即係將我哋過去嗰個5月至7月之間嗰個思想嘅激盪嘅一啲整理，真係喺嗰個多出嚟嘅禮拜喺劇場度做咗一個好大嘅統合嘅過程。咁似乎對個作品有好大嘅幫助咯。咁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喺澳門其實真係需要更加多一啲彈性大同埋所謂非官方嘅場地。咁但係恰恰喺澳門呢方面嘅場地越嚟越少。即係如果你即係當然有人問點解我哋唔去文化中心黑盒劇場做啊，或者即係唔係一個即係相對設備冇咁簡陋嘅地方咧？咁我都知我都知咁會舒服啲，即係個身體上面。但係冇咗嗰種彈性，其實對一個全新嘅創作嚟講，就會缺乏咗一個我哋真係去用時間去實驗佢嘅過程。咁另一個難度就係我自己都睇到，即係我自己睇嘅時候，而家諗當時我係覺得有啲困惑嘅，而家諗就覺得係有趣嘅，就係雖然馬慧賢最初提出話，我要一個有少少成熟啲嘅女性喺度不停碎念去念呢啲獨白，
咁我哋就揾咗尹真啦，咁話咁，但係佢最後出到嚟結果都係一個輕熟女喺度水水尿，然之後兩個姐姐就喺度諗點解佢會咁諗嘢㗎？即係兩個姐姐，即係可能已經越過咗嗰個輕熟女糾結嘅某一啲情景，而佢哋去睇翻嘅時候就會諗喺度思想喺度掙扎，就係即使佢都經歷過可能呢個年青嘅時代，但係佢哋未必喺嗰啲情景裏邊有糾結過呢啲問題，或者佢係唔需要糾結呢啲問題。咁所以係有三個好唔同嘅女性啦，喺度不停咁喺度雕琢緊嗰個劇本嘅一啲邏輯啊，或者一啲究竟佢呢一啲辯證底層究竟想講啲乜嘢咧？咁我哋不停喺度發掘。我記得喺我哋7月1號至到21號喺台北嘅時候，其實我哋花嘅時間最長就係不停喺度挖開個劇本，抄佢底下嘅嘢出嚟，或者係咦，甚至叫馬偉賢填翻啲咩落去，或者 cut 咗啲咩嘢，即係做咗好多呢個咁樣嘅工作咯。咁亦都好難得嘅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編劇啦，佢喺個排練嘅過程裏面，基本上佢就係坐咗喺一個兩個不停喺度問佢嘢嘅角色，坐咗喺個排練場嗰度啦。咁好少編劇會咁樣一齊即係共構緊一個作品咯。咁我覺得呢個過程，即係喺過程當中，我覺得係有啲困惑嘅，即係會好疲累嘅，不停咁去提問呢啲嘢啊，去解開一啲謎底啊。咁但係而家睇翻就覺得，即係好，即係可能好難得喺而家嘅製作嘅體制裏邊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情景，係啊。我補充其實喺劇本上邊係有啲對我嚟講係有啲來來回回嘅，有啲出咗去，跟住我會開頭會諗咁我就喺外邊去完成呢個劇本，即係我唔會走入去裏邊嘅。咁跟住，但係你冇辦法喺討論嘅過程，你冇辦法唔再行入去個劇本裏邊，好想知道個劇本想啲乜嘢，即係好想知道個劇本喺度諗緊啲乜嘢，先唔好講佢想講啲咩先，但係想通過呢個劇本會好希望睇到佢諗緊啲乜嘢，同埋點解會咁去諗。咁頭先阿鐘討論到呢個輕熟女呢個問題咧，咁雖然係咁樣去叫做標籤咗啦嚇輕熟女，但係喺過程裏邊，其實我自己要不停咁提醒自己，佢都係一個獨立嘅思考過程，即係佢唔係屬於當然喺我都係一個獨立嘅思考過程啦。即係我獨立思考過程，去思考一個獨立嘅思考過程嘅時候，我就會諗係要比較定係要即係我係要投入去，即係我要將我嘅諗法擺入去呈現裏邊咧，定係點？咁我諗呢個係有少少掙扎嘅。我諗我同允真呢個過程都係，究竟我哋要放幾多我哋對呢個題目嘅諗法落去裏邊有幾多？咁而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同其他設計師去討論嘅時候咧，你發覺其實大家都有可以講誤讀啦，即係大家都會對呢個劇本有另一個不解，或者係佢哋有佢哋嘅想像，而同我哋嘅想像係遙遠到不得了嘅。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每個人去閱讀嘅時候所產生嘅另一個，即係佢哋逼住要讀啊嘛，因為佢哋都要做嘢噶嘛，咁所以佢哋必須要閱讀嘅時候，佢哋會有產生另一個嘅另一個嘅睇法，或者係另一個自己嘅想像喺裏邊咯。咁呢個我都相信觀眾會有呢個想像嘅，只係我諗我後尾同允真所做嘅工作就係點樣打開更多個空間出嚟咯。因為如果淨係喺劇本度流動，咁何必要入劇場咧？咁入到劇場應該係睇到更多喺呢個劇本生成嘅空間，或者係生成嘅可以
嘅想像位置吧。咁係咯，就係會即係我好想補充嘅就係，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咁喺呢個文本，可能我哋並唔係好了解呢個文本想啲乜嘢。坦白嗰句講，咁你問下我哋嘅設計師，可能大家都咁樣嘅，但係大家都好努力去呈現呢個文本可以呈現到嘅畫面，或者係聲音嘅空間畫面。咁呢個我覺得係今次嘅創作裏邊俾我好大嘅鼓勵啊！大家好努力咁去做，先至可以呈現到今次觀眾可以見到嘅差唔多1個鐘嘅演出啦。咁算係喺咁短嘅時間可以做出呢一個嘅成果係唔錯嘅。只係會諗咁呢個戲再行落去，或者係佢著作家再行落去，應該係方向係點咧？可能比較多喺呢方面去思考。小寧講得很好，在談新的文字底下，其實我真的是蠻感謝，就是阿忠跟小寧，還有特別是咖喱在過程當中的耐性，不斷的去挖掘跟發問，然後特別是我覺得可能咖喱自己也是一個很棒的活動主辦人，就在很多事情上都有這樣的一種很可以開放跟容納許多人進來的這樣子的一種特質，所以面對這個我在閱讀的時候我會感覺到它有很多是很私密的部分，但是咖喱都願意讓我們去試試看如果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敘述同一件就咖喱已經寫下來的事情的話會怎麼樣，就讓這個敘述體在劇場當中發生。那也因為有這樣子的因為有這樣子的空間，所以我自己其實我是有默默的設定了一個我感覺到咖喱想突破的事情感覺是什麼？終於要揭曉了嗎？然後就是以那個出發點來前進。我可以大膽的請問是什麼嗎？現在可以揭曉嗎？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我覺得言論被審查跟前置創作的自由是一個這部作品當中很遙遠的一個內核，它可能不是唯一的內核，但我覺得在我們非常漫長的在台北的討論累積裡面，好像稍微碰到這個點的時候，讓我覺得這個劇本開始有了一個熱度。前面劇本它有它的詩意，有它的很豐富的文學想象，但是在處理到這個困難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整個談創作他所想要跨越出來的與人的連接中間的那個想要跨越的空間會是什麼，然後那個言論的控制或者是一個局限的空間，它不一定是政治歷史的，它也可以是像在劇本當中有安放的一種宗教信仰的，或者是一時一地的一種世界觀等等。所以那個跨越那一種限制而希望分享的部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起點，在表演的創作上。所以雖然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有輕熟女的一種敘述特質，可是可能在我補充說明，那個輕熟女其實是在咖喱的書寫裡面，他會保留很多的開放性，所以他經常會說像什麼或許不是，可能怎麼或許不並不，我不知道要如何，就是在很多敘述前面都會保留那樣子的懸疑跟開放，而又或者在修女的段落裡，她已經被洪水沖走，但她命運都依然是不知道要往哪裡去的這樣子的特性。那所以小寧跟我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是嘗試看把那樣所有的開放的選項就是固定於一端，然後我們去面對它，然後看看這樣會變成什麼樣的樣貌。咁我自己睇嘅時候，我覺得嗰個另一個挑戰性就在於，因為佢唔係有一個情節發展，即係有個人物去處理某一啲衝突嘅一個作品啊。
但係又係一個我哋一開始嘅設定就係有一個演員喺度做呢個戲嘛。啊，那個演員他如何從這些片段24個片段裡面，一開始不止24個，一開始還有更多，好像這20幾個片段裡面去建構他自己的角色，佢嘅角色係點建構出嚟嘅咧？咁允珍佢係點樣去處理呢個角色咧？補充一下，一開始大概過程當中曾經有61個段落，後來導演小寧大刀闊斧的決定把它框定在看一下40以內吧，好像我們拿掉了蠻多的其他一些跟比較是書本類的資訊，書本內部的資訊。那在建立角色的時候，一剛開始我們也有過一些發展，比方說想象這是一個很老的、很愛閱讀的老人，進入到一個作者的進入到一個荒廢的資訊的島嶼上。那後來等到實際的舞台空間更確定成型之後，我們其實沒有特別在討論說那這個人是誰。但是因為小寧，我覺得小寧一剛開始對咖喱的追問，就是你寫的你，劇中寫的你跟我到底是誰？這個追問對我來說還蠻關鍵的，就是整理出來。所以在建立角色的時候，我並沒有明確的把它定義成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但比較像是一個在創作的心靈會有的，會面對的一種自己的讀者的意識，去自己聽自己，或者是自己去想象的他人，然後想象會擁有的回音，所以有點像是這兩者之間的往返形成的一個跨越很漫長時間之流的一個心靈。我覺得那個在空間當中存在的那個角色是這樣子，所以他的妝造也是一種無年齡感，就也不老，但看起來不是年輕，好像是在一個不斷在往返過程當中的那個狀態。因為我跟小寧討論的時候，常常會出現一個疑問，就是到底尹真是一個外來的，還是潛在那個已經一早存在在那個空間裡面的一個非人的角色呢？那你自己怎麼想的？我覺得一剛開始，過程其實是有這個角色的位置是有變換的。一剛開始上場的時候，我覺得那個人物還比較是一種外來的讀者，從外面進來的讀者去聆聽他所遇到的各種記寫，然後在這個記寫當中試圖去解碼跟分析文字底下所能夠透露出來的真實的虛構的那些關於心靈的部分。那中間其實有蠻多段落是一個空間的演繹，就是小寧的空間跟 K 哥的燈光，還有阿德的聲響在演繹這件事情。然後在那個部分呢，那個場上的人又變成了一個感受空間的載體。然後在另外的一些段落，就是我作為演員有實際在場上發出聲音的部分，則是更進入到段落裡面所指涉的相關的人，或者是比方說修女的段落，就會直接比較進入到修女的敘述的第一人稱位置。然後在最後的顧城，我覺得就是這種內跟外的並列。就是它既是在顧城的這種朦朧童趣的，仿佛很純真的詩作裡面的文字，
仿佛是这一个位置，但也是一个从外在去知道他的人生最后的这种很悲剧性的结局，然后在两边折射出来对这件事情的一种讽刺的思考，就是这两个是叠在一起来演绎那个部分的。就是创作它必然有它的说谎性，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叙述的一种粉饰，那去面对这个粉饰和一种文学的美跟一个人格之间的差异，我觉得也是很，也是那个角色当下所处的、所發展出來的一個依據。我記得喺排練嘅中段，一開頭其實我見證就係導演盧仲玲咧，一路都喺度好焦慮，究竟尹真佢係屬於呢個空間嘅咩人嚟？佢係個乜嘢？佢係介入佢啊，定係喺裏邊生長出嚟咧？咁當我記得接到劇本嘅第一個我哋遇到嘅挑戰同埋糾結咗好耐嘅一個問題喺呢一度咁但係去到我見到係大概7月中打完颱風過咗之後，好似尹真好似佢自己好似慢慢進入到一啲佢可以進入嘅空間反而就我唔知準唔準確，我就見證到盧仲玲佢會更加專注去擺落去空間嘅處理上邊，或者係尹真排練裏邊嘅一啲動作嘅質地，而減少咗去同佢去討論個角色點設定，因為發現我哋可以放逐尹真自己去處理嘅感覺咁但係我亦都可以即係都作為即係睇咗咁多個盧仲玲排嘅作品咧，都會頭先尹真都講到小玲設定咗空間之後，佢再進入。咁其實好似空間對於即係小玲佢嘅創作嚟講係好似好重要。我有幾個唔同嘅作品啦，即係不管最初我哋成日都會喺一啲非正規嘅場地裏面演出啦，空間當然就係第一個顯露出嚟嘅物件啦。咁但係喺之前嘅幾個作品，即係譬如凡爾4548到今次呢一個上次嘅影的告別啦，到今次呢一個Lost on Heart 嘅，都係我發現空間嘅先比所有嘅嘢存在先係好重要嘅，對於小玲嚟講咁即係佢自己點睇呢個問題咧？好，我反駁下我會其實攞到劇本之後，第一個諗嘅就係劇本已經到手，即係話呢個戲開頭要啟發嘅所有嘅創作源頭一定係喺劇本先嘅，咁即係同影的告別有啲唔一樣咁當攞到劇本，咁工作就要開始啦，即係就要去諗我有啲咩可以使用，或者係我手頭上可以做嘅有幾多。咁第一就係冇得揀嘅，唔係我哋揀嘅演員啦，尹真啦。咁即係喺表演上就唔需要擔心噶啦，喺佢身上會最想去去思考嘅就係尹真嘅聲音可以點樣，或者係喺聲音上邊呢一個演出可以放嘅位置可以係點樣嘅。咁本身身體即係你喺劇場裏邊身體就冇，即只要個演員企喺度，對我嚟講佢就冇得避免不看見呢樣嘢。咁我又唔係好擔心呢個呈現嘅即係呢個尹真嘅身體喺舞台上或者係喺演區裏邊嘅呈現嘅可能性，我又唔係好擔心。咁跟住因為一開始討論嘅時候喺聲音方面就揾咗玉德啦我哋今次嘅聲音同埋音樂或者係音響嘅設計啦，咁我又唔係好擔心，因為曾經合作過，咁而佢同尹真嘅默契，其實我又唔需要好花大量嘅力氣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你最擔心嘅係杜國康我又唔係好擔心杜國康，咁因為佢同佢燈光合作咗好多次啦。咁因為開頭我冇諗過空間要放手
咁多出去嘅。咁但係即係喺好開始嘅討論裏邊，咁咖喱馬慧賢咧就話我唔想淨係3個女人嘅蜜針咁樣。雖然我又有時覺得我嘅好難講，咁我就覺得揾個男人好啲嘅，咁我所以揾咗杜國康一齊做空間設計，因為事實上你唔可以避免佢嘅佢做出嚟嘅同我做出嚟嘅係唔可能一樣嘅嘢，咁所以加多個男性嘅角度，我或者係一齊討論呢件事咧，係對我嚟講係好嘅，即係我唔使單向咁樣去淨係討論呢個問題咯。咁跟住咧，所以先至去揾咗杜國康一齊傾，咁喺成個創作，即係人已經叫做定位啦。咁當然啦，莫兆莊一定會喺附近噶啦，所以我就唔使太擔心其他會出現嘅問題。咁但係當人定咗位喺呢個定位裏邊，喺劇場嘅表演上邊，或者係即我會覺得最快嘅可以俾我安定嘅就係空間咯，因為空間大概設定咗之後。放穩真落去並唔難去處理，佢點樣喺空間度遊走，或者係呈現某一啲想像嘅。所以喺同杜國康傾裏邊，係喺呢一次創作係花比較多時間捉佢出嚟傾，叫佢快啲睇劇本啊。其實有一稿已經冇咗喺我哋嘅聯絡裏邊嘅，嗰稿我已經就好快咁捉佢出嚟，食到個宵夜要傾，究竟我哋之前嘅想像係咪可以再繼續咁樣發展？咁佢可以加入啲咩想像？咁我諗佢俾到嘅其實嗰個大廊係好快嘅，而我只係喺嗰個佢建立嘅大廊裏邊再去調我所想像可以發生嘅事情，或者係可以再調一下嗰個點樣去用咯，因為佢唔係一個對我嚟講，空間都唔係一個硬件嚟嘅，佢需要被使用個空間先被看見，或者係佢先真正嘅存在。咁所以定調咗呢個，我比較快可以將穩真放落去，或者係其他元素可以點樣放落去。咁但係我想講下，即係其實喺空間嘅後期。入咗台啦，已經咁杜康坐我隔離就講：你唔覺得個空間而家好硬咩？咁樣咁我好其實我喺過程裏邊好中意同佢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幾幸運嘅，就係所有嘅合作者都係可以討論嘅，佢哋可以發表佢哋好自在咁同我講你唔覺得有咩問題咩？呢啲問題，因為當佢哋願意講嘅時候，你先至會多去諗係可能我用咩方法去。再去將呢個，因為佢哋嘅眼，即係事實上合作嘅人喺劇場咁耐啦，佢哋嘅眼睛應該係俾觀眾快敏鋭去睇到一啲問題，或者係未必係問題，或者睇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因為佢哋本身自己有自己嘅專業啊嘛，所以當佢哋發問呢啲問題嘅時候，你就會再去諗究竟我可以點樣去將呢件事更加好嘅呈現咯。即係我唔係話佢好硬係唔好嘅，只係會諗好硬會出現咩後果，或者係好硬之餘，咁係咪更加適合去表達呢個劇本所表達嘅嘢？咁可能會多諗呢啲方向。咁今次嘅合作者，我覺得都有呢個美麗嘅特質嘅嚇，即係譬如話馬榮會提出一啲問題啦，允真會提出好多問題玉德都會啦，即係佢會問我可唔可以啊？雖然會有啲婉轉，佢會問呢個長啲嘅長音會唔會太佢會問你會同我講幾時結束喎？咁會唔會覺得太長？咁你就會多開一個耳仔去聽呢個聲音，係咪可以繼續喺呢個空間裏邊存在，或者佢存在嘅時長係幾多？跟住就可以討論我可以覺得可以短啲，佢或者設定咗之後，我就可以同玉德再討論可以短啲，甚至我有時會同佢講其實我未知道Pinta 嘅聲音幾時完嘅，你幫我設定下。咁佢設定咗之後，我就會再聽咗之後，我就要決定係咪適合咧，或者即係有時你會覺得有時冇嘢係一定係咁樣發生嘅，但係你會覺得嗰個誤讀或者係嗰個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嘅時候擺咗落去，你再聽清楚或者係再睇清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你嘅直覺話俾你聽呢件事可以咁樣繼續，會有一個咁樣嘅緩衝，或者係會決定究竟要唔要咁。我諗唔係淨係玉德嘅，譬如允真都好多佢嘅表演上面，Mira 都會講佢又唔同咗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
嗰個彈性，嗰個遊機係好有趣嘅，即係嗰個遊機會令到大家都在場。我諗呢個演出係我咁多次做嘅時候，佢都覺得其實4場都唔一樣嘅，但係4場都有佢精彩嘅地方。咁呢個就係對我嚟講係劇場嘅魅力，而呢個魅力就係存在喺每一個人都係在場，即係每一個創作者都在場嘅情況之下先可以發生。咁但係我一定要講打救我嘅最後嘅係文良啦，陳文良服裝設計。其實我每一次都覺得服裝係好重要嘅。我自己可能本身對即係舞蹈對服裝嘅要求，其實係佢係身上面好重要嘅皮膚或者係道具啦。咁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而文良即係幫我做咗最後嘅一筆啦，或者係呢個戲嘅最後嘅一筆。咁多謝佢嘅拔刀相助啊！佢真係好後期先至有時間加入嚟，而佢好快速咁去完成咗嗰個工作。我覺得其實喺過程裏邊有好多個想像嘅，無論我諗邊個都會有嘅，即係無論邊個設計師都會有好多個想像。但係入到台嗰2個禮拜，其實係不停咁去同科學一樣，係實驗緊呢個想像成唔成立嘅時候。咁呢個實驗，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你當睇牌之後，你就會翻轉頭諗，或者係你會更新自己嘅一啲諗法，而去再作另一個判斷咯。所以我話嗰2個禮拜，我所有嘅膊頭以上嘅器官都係打開嘅。其實排咗之後，我先至會再翻轉頭去成個戲溫咗幾次之後，我再翻轉頭去諗啊，修女嗰段喺動感上好似沉咗落去，前邊可以更加有線條，跟住後邊 ending 顧城嗰段，我其實幾感官去處理嘅，因為我坦白嗰句講，我有啲冇辦法再用理性去解決顧城呢一段嘅文字，或者係想透露出嚟嘅氛圍，或者係透露出嚟嘅心聲啦。咁可能呢個高進要會有另一啲睇法，因為佢個故事都好激動咁。點解你要擺顧城去最後？我心唔係我擺嘅喎，咁樣我諗劇作家可以得閒同高老師去討論下呢個議題。即係我係比較，即係我係好感性咁去處理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唔 work，即係之前設定嘅好多我都覺得咁樣唔好似有啲打交唔 work，咁再不停咁調整咗 ending， 差唔多係其實係final 嘅jazz 先至定調，甚至佢最後演出完第2場，我先定最後嗰個夢嘅可以點樣去更加好嘅呈現。好，其實冇咩理性話點解啊咁樣嘅，係好直覺同埋好感性嘅身體去感覺呢件事。咁我諗呢個一定係入咗劇場，我先可能會做得到。我補充一下，就是記得去年吧，去年聽到小寧在第一次提到這個製作的想象的時候，其實一剛剛開始的規劃是可能會演出2到3週，但是中間會有一個休息，就是演完第1週之後，然後大家會一起根據第1週的這個樣態，所有的創作者會一起調整，然後我們再看第2週，就是我們在想尋找一種劇場前進跟根據發生的事情在變化在生長的那個過程，其實是希望裸露出這個過程來讓演書節的觀眾去感受的。那當然因為製作上的種種聚合條件，然後最後變成還是好像比較古典傳統大家熟悉的1週進劇場，但確實在這1週進劇場的從彩排到正式演出過程，確實是每一場都好像那個時空壓縮一樣，每一場都在裂變，所以確實演出彩排到最後一場，每一場的變化都很大，因為還包括演員被嗆到。好啊，咁聽咗允珍同阿小玲嘅2個對即係點處理呢個作品嘅一個過程啦，同埋思考啦。我想翻去劇作者嗰度，劇作者即係頭先佢講咗佢嘅想像啦，咁到而家真係呈現咗出嚟啦。佢覺得點咧？即係會唔會係都唔係我諗嘅嘢嚟嘅，或者係佢裏邊你會
會唔會發現咗一啲我完全偏離咗個諗法，或者調翻轉就我冇諗過嘅嘢，但係呈現咗出嚟又好似係你一啲曾經想像過嘅嘢喎咁。唔知嘅呢點睇呢個作品到最後？我覺得咧，其實對我嚟講，即係我哋頭先小玲都有講話，我哋喺呢個過程入邊有一個好長嘅一齊討論嘅時間。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難得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喺而家嘅工作嘅模式入邊，當創作某程度上成為咗某種工作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得可以有一個即係大家作為一個團隊，然後我哋喺唔同嘅角色入邊一齊去理解一件事，理解一個文本咁樣啦。所以當我哋因為成個過程係有少少係大家一齊嗰個起點，即係佢點樣成為空間入邊嘅存在嘅時候，係有少少一齊發生嘅。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喺台北嘅時候，大概就已經即係當然都經歷過完全。我都好大危機，我心諗死啦！我唔通寫有啲不能演出的東西，導演唔知點排，演員唔知點演，全世界都唔知做咩好，其實好大危機感。跟住你哋都知啦，即係我係又個人比較冇自信，所以我非常之搖擺啊。但係咧，我覺得最大嘅驚喜係當我真係咁後來，因為我留咗喺台北啦，然後當我真係去到澳門去第一次喺劇場入邊睇到呢個戲嘅時候，我發現我原本冇發現嘅事係，我覺得文字成為咗一個容器。呢個係我當時坐喺度睇嘅第一個直覺嘅感受，就係因為當時一開始我哋不停去到討論嘅時候，當時文字都仲係呢一切嘅所有嘅即係核心。咁唔係話後來佢唔係核心，但係後來我感受到嘅係，當我見到譬如空間入邊感受到更加完整嘅，譬如演員嘅存在、燈光嘅設計、聲音以及所有其他嘢嘅整合起上嚟嘅時候，我突然之間有感受到我哋係經歷咗一個空間，而文本佢只係一個載體，即係跟住我嗰陣時就喺度諗，哇！咁所以導演們其實做緊乜嘢咧？即係佢哋做緊乜嘢，令到文字可以由文字而變成一個容器，容納咗呢樣嘢，然後我哋一齊塑造一個空間、一段時光。呢件事係我其實自己無論係坐喺度寫劇本，或者我哋當時喺台北排嘅時候，仲未睇到嘅事，所以呢一個係最深刻嘅。我真係唔會唔爽嘅，因為咧。但係如果我話成個過程入邊，即係我哋喺不停修改劇本啊呢啲過程入邊，如果我冇感受到受挫，冇感受到危機、不安、焦慮、自責、痛苦，然後感受到溝通的困難，我都係講緊大話，即係真嘅，即係我一定有呢啲過程，但係亦都未令我明白到，首先呢個劇本本身，即係好似你哋咁講，佢本身就係有佢好困難嘅地方。當我選擇咗，我覺得我選擇做一件咁困難嘅事嘅時候，我勢必要面對嘅問題就係呢個唔係我一個人嘅作品啊嘛，我一定係要同大家一齊揾到一條路。其實呢一條路係如果係，我反而係會覺得我哋喺咁艱難嘅地方去揾呢一條路出嚟，呢一個過程係必須嘅，所以。嗰個成個過程係，亦都令我感受到，因為有同個主題都相關啦，即係你要俾一條路去俾大家，因為佢又係一個非常之個人嘅作品，但係喺咁個人嘅作品入邊，你要有一條路令大家可以同你一齊變成一個大家嘅作品，中間係有一個距離嘅，而呢個距離係我都要學識。即係我一定會面對不適，而全世界都面對緊不適咯。即係呢個對我嚟講，我係覺得又好正常，而且都好感恩。即係我哋喺呢個狀態可以做呢一件事，因為呢件事其實而家已經越嚟越少。又另一個係因為演書節本身對我嚟講，演書節呢件事本身嘅框架就係一件我哋一齊共創、一齊完成嘅呢一件事，所以本身我就並冇帶住一種覺得我做咗一件事，然後我睇下大家做出嚟。然後我去核對人哋同我做嘅諗法一唔一樣，我好似又唔係，我覺得呢個唔係演書節俾我嘅感覺咯。即係我覺得演書節一直以嚟我自己參加咁多屆啦，都有一種覺得因為我哋本來就係做緊一件
嗰啲叫做咩啊？開闢道路嘅事，即係呢個我哋本來就係尋找緊文學同埋劇場之間好多未被行得好確切嘅道路嘅呢一件事，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本身呢個 package 就係我哋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咯。所以有困難嘅地方，但係我冇任何嘅即係都包埋㗎啦。即係我覺得預咗困難，我冇覺得會好簡單。係啊，而可能呢個就係呢個封包埋係啊嗰啲焦慮。係啊，而呢個就係珍貴嘅地方啊！即係平時你焦慮或者當你做一個創作嘅時候，所謂嘅共創到底係咩意思咧？唔通係我做咗一個好完整嘅100分，然後交俾下一個人再做100分，然後再做100分？可能唔係咁。呢個真正嘅共創嘅過程就係由每一個人由自己出發，我忠於自己，但係我忠於自己嘅作品，但係呢個作品成為大家嘅作品，中間有一個距離。所謂嘅共創就係我哋一齊走呢條路咯。而你揾到願意走呢條路嘅人，其實都幾難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好難得啊。所以我記得完咗之後，啲觀眾問我話：哇，你可以寫個咁嘅作品啊？佢話：哇，你可以做個咁嘅戲啊？跟住我話：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幾難得，我都覺得幾奢侈嘅。佢話：我仲記得我哋有一位觀眾講話。邊個劇團會 commission 俾你做啲咁嘅戲？我話係啊，真係得嘅，即係呢個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嚟嘅，係啊。咁馬慧賢記唔記得我講過同佢傾即係傾偈嘅過程啦？台北嗰陣時，我唔知為咗咩講咧，係咪為咗安撫佢啲焦慮感？我話其實小玲今次佢用咗一個困難嘅方式嚟進入呢個作品，係啊，即係好似。即係假設啊，如果呢個作品話今次係阿鐘去導啦咁啊，即係我哋呢啲就係相對比較暴力嘅編導咧，就話好啊，馬慧賢得你俾我 OK，你翻去休息啦。咁我就自己改一大餐，重新寫個結構，令到阿尹珍怡好容易就有個角色去進入，跟住我知道點排嘅咁嘅作品。咁有個過程裏邊，我都同我小玲講：喂，你不如叫佢咁改，或者係。你試下改啲乜嘢啦，咁即係好緊張嘅時候，大家都喂個時間夠唔夠㗎咁。咁小玲就覺得都佢有幾次都話，咁如果係咁，我點解演書節要揾馬慧賢寫呢個劇本啫？咁佢就決定即係唔係點樣去改呢個作品，只係將佢提問之後，馬慧賢自己再去修正個作品嘅方式去改。咁其實用咗一個比較漫長啦，同埋困難嘅方式去做。咁我亦都覺得啊，係咯，我就會覺得即係盧頌麟行緊一條好難嘅路，即係佢對一啲嘢嘅原初嘅一啲本質嘅執着啊，令到我有啲即係慚愧啊，對於我自己嘅暴力。係咯，咁同埋另一個我自己覺得做呢個作品嘅時候，更加深切去翻去一個即係足跡最初即係2000年初嘅時候，我哋成日都強調嗰種咩集體創作嘅精神啊，咁其實中間我覺得嗰樣嘢已經行不通噶啦，行唔通嘅，即係喺而家所謂職業化或者係劇場嘅一個製作嘅模式體制裏邊，集體創作已經係不合時啊！咁但係喺呢個創作過程裏邊，甚至係即係足跡近幾年嘅一啲好似先有文本，然之後再進入劇場排練嘅作品，其實嗰個挑戰就係，其實心裏邊都有一個所謂集體創作嘅種子喺度。咁嗰個種子就會不停咁喺排練嘅過程翻騰冒出嚟，但係你知道個模式同製作嘅時間係唔允許你咁樣好集體咁去做，即係譬如，即係唔會有一個設計師會每日坐喺度望住你排戲，然之後同你去傾噶嘛，冇，即係佢唔會進入你所有排戲嘅 section 裏邊。咁但係點樣去保留一個不確定性，同埋保留一啲我哋進入劇場仍然有鬆動嘅空間咧？好似係今次嘅作品裏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情況出現咗。其實之前幾個作品都有，但係呢個作品裏邊嗰種不確定感係更加強烈，強烈到我係即係好後期我先至放鬆一口氣。阿杜國康有鬧我啊，佢話呢個長刊度唔寫自己係嗰個設計嗰啲影像嘅人，個個都以為我做嘅。點解唔寫咧？其中就係即係個長刊寫嘅時候好早喎，因為要印刷要好早出現啦。而我其實一路都逃避同埋去承認，喂，係咪真係我做嘅呢個部分？我真係要做咩？即係我咩？我可以咩？我技術上唔得嘅咯，我已經 out 晒咯，係嗰啲即係剪片嘅技術啊，或者係拍攝啊，或者 graphic 上面我完全冇概念嘅喎，係咪應該俾鄭志偉做啊？咁但係你喺個排練嘅過程，你就知道冇一個做呢件事嘅人可以中途介入去了解呢個作品做緊乜嘢，然之後可以點樣去配合，唔單止係盧仲麟嘅諗法，要諗空間，跟住尹真嘅動線，嗰個戲喺呢一刻嘅節奏同埋焦點，呢啲過程裏面好似得一個角色可以做到呢件事，係啦，咁所以我一路都逃避緊呢件事嘅，咁所以俾杜國康鬧，咁呢度都喺度同佢抱歉啊，但係我唔內疚，係咯，咁即係我個過程裏面有呢種一路我自己睇嘅時候嗰種不確定感啊、危機感，其實我不少於馬慧賢嘅過程，我只係冇喺排練場度喊啫。